若这个中南部的空气搁较歹，像这个台南就达到红海的顶级。小儿科的医师讲，咱人长期陷入这种空气中有害的铺粒PM2.5之下，对囡仔呼吸道、有生的太太甲胎儿拢真伤。呼吁政府都要求各级的学校来落实着空污防护的措施，来保护着民众甲学生。 看过秘书大忙，这大楼拢盖一烟雾，这是台南早起的空气品质。环保署空气品质的监测显示讲，中南部空气品质如果是拢红色的，民众上有感觉。回家就是可能清新机开下去，那个颜色也是蛮精彩。三不五时可能就是它会这样，差不多要清空气清新机的滤网咯，对他们的气管啦，就是身体方面会都觉得也不好。 空气品质这歹，学生确实要长时间伫这款的环境下去上课、室外运动。台南空污防护自救会就邀请医生开记者会，讲长期伫这款气加 PM2.5的环境下，对有生的妇女甲囡仔拢有影响。必要在空污这个预测可能会非常严重的时期，就要事先的这个提出警报。那这一些管控的机制的一个情形，还有这个稽查的这个情形，应该要对民众公告，确实的去了解孩子在学校到底受到什么样的一个保护的措施。 反空污团体呼吁市政府来加强落实空污防护措施，在空气污染较严重的时，提醒市民各级学校做好防护的工作，保护自我嘛，保护囡仔。